听见这些的，大家好。看了呀，俺做落在全部都拍摄的抽烟，想了呀，你落在金山写的抽烟。前面我们学习了到藏族家庭去做客时的常用语句，那么我们对藏族家庭有了一定的了解。今天我们就继续家庭这个话题，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家庭方面的藏语句式是怎样表达的。说起家庭，人们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：你家在哪里？让给拿卡巴语，你家在哪里？让给拿卡巴语，你家在哪里？你家在哪里？让给拿卡巴语，你家在哪里？让给拿卡巴语，你家在哪里？如果说我的家在八廓街呢？你拿爬过哪了语？我家在八廓街。你拿爬过哪里语？我家在八廓街。你拿爬过哪里语？我家在八廓街。你拿爬过哪了语？我家在八廓街。想具体了解一下别人的家庭，您还会有这样的疑问：你家有哪些人？南了咪素素语。你家有哪些人？南了咪素素语。你家有哪些人？你家里有哪些人？南了咪素素语。你家里有哪些人？南了咪素素语。你家里有哪些人？那么我就要具体介绍了。比如我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。你南了巴拉塔阿姆拉特东中木吉语。我家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。你拿了巴拉塔阿曼拉特东中木吉语。我家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。拿了巴拉阿曼拉中木吉语。我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。南了巴拉塔阿姆拉特东中木吉节语。我家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。您还可能问别人：您多大年纪了？让罗卡最音吧。你多大年纪了？让罗卡最音吧。你多大年纪了？这里让罗卡最音吧一般用在青年人和中年人身上。那么长辈就不能说了，你应该说 Kira 广罗卡最音呢，应该用敬语。让罗卡最音吧。你多大年纪了？让罗卡最音吧。你多大年纪了？那对方有可能关心你是否已经结婚了，也有可能问你：你结婚了吗？让枪杀给差别。你结婚了吗？让枪杀给差别。你结婚了吗？让枪杀给差别。你结婚了吗？如果说我还没有结婚的话，应该怎么回答？拉米还没有。拉米还没有。拉米还没有。你想关心一下别人的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，你可以这样问他：让给巴拉恰列卡的那个人呢？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让给巴拉恰列卡日那个云呐？你父亲做什么工作？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
랑키, 빠라, 차례, 가리, 능기, 云呢？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你想知道别人家的房子有多大，你就可以这样问他。개츠 낭 야칠르云呢？你家的房子有多大？ 개츠 낭 야칠르云呢？你家的房子有多大？ 개츠 낭 야칠르云呢？你家的房子有多大？最后，你可以带着羡慕的眼光告诉他：“你们的家真幸福。” 개츠 김사 오늘 디기르도 你们家真幸福。개츠 김사 오늘 기부 제도 你们家真幸福。 개츠 김사 오늘 기부르도 你们的家真幸福。 개츠 김사 오늘 기부 제도 你们的家真幸福。 개츠 김사 오늘 기부르도 你们家真幸福。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于家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式，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重点学习4个句型。下面我们要对重点句型进行替换练习。第一个句型是年囊卡巴卡巴了月，我家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。比如说北京北京，我家在北京，年囊北京了月。年拿北京了月，我家在北京。比如说天津，我家在天津，年囊天津了月。我家在天津，年囊天津了月。年囊天津了月，我家在天津。比如说日喀则，我家在日喀则，年囊西个字日月。我家在日喀则，年囊西个字日月。年囊西个字了月，我家在日喀则。比如说功德林，我家在功德林，年囊功德林了月。我家在功德林，年囊功德林了月。年囊功德林了月，我家在功德林。比如说拉萨，我家在拉萨，年囊拉萨日月。我家在拉萨，年囊拉萨日月。年囊拉萨日月，我家在拉萨。第二个句型是年拿了叔叔月，我家有谁谁谁。比如说爷爷，我家有爷爷，年拿了波拉月。我家有爷爷，年拿了波拉月。年囊了波拉月，我家有爷爷。比如说奶奶，我家有奶奶，年拿了莫拉月。我家有奶奶，年拿了莫拉月。年囊了莫拉月，我家有奶奶。比如说哥哥，我家有哥哥，年拿了肩不月。我家有哥哥，年拿了肩不月。年囊了肩不语，我家有哥哥。比如说姐姐，我家有姐姐，年拿了肩不月。我家有姐姐，年拿了肩不月。年囊了肩不语，我家有姐姐。第三个句型是年巴拉卡着卡着谁，我爸爸是什么什么什么。比如说农民，
捏巴拉行不行？我爸爸是农民。捏巴拉行不行？我爸爸是农民。捏巴拉行不行？我爸爸是农民。比如说工人，我爸爸是工人。捏巴拉索不行？我爸爸是工人。捏巴拉索不行？捏巴拉索不行？我爸爸是工人。比如说干部，我爸爸是干部。捏巴拉列记不行？我爸爸是干部。捏巴拉列记不行？捏巴拉列记不行？我爸爸是干部。比如说编辑，我爸爸是编辑。捏巴拉总记不行？我爸爸是编辑。捏巴拉总记不行？捏巴拉总记不行？我爸爸是编辑。比如说教师，我爸爸是教师。捏巴拉几件事？我爸爸是教师。捏巴拉几件事？捏巴拉几件事？我爸爸是教师。第四个句型是俺村对岸卡着卡着，我家的住房怎么怎么怎么。比如说不大，千不米吧。我家的住房不大，俺村对岸千不米。我家的住房不大，俺村对岸千不米。俺村对岸千不米。我家的住房不大。比如说很漂亮，他家您就不远。我家的住房很漂亮，俺村对岸他家您就不远。我家的住房很漂亮，俺村对岸他家您就不远。俺村对岸他家您就不远。我家的住房很漂亮。比如说有3间房，看吧，可米送鱼吧。我家的住房有3间房，俺最对岸了，可米送鱼。我家的住房有3间房，俺最对岸可米送鱼。俺最对岸了，可米送鱼。我家有3间房。比如说还可以，我怎么约？我家的住房还可以，俺最对岸我怎么约？我家的住房还可以，俺最对岸我怎么约？俺最对岸我怎么约？我家的住房还可以。